歡迎加入 God's Love We Deliver 嘅妊娠糖尿病營養教育計劃 Gestational Diabetes Nutrition Education Program。我叫 Lisa， 係 God's Love We Deliver 嘅註冊營養師。God's Love 嘅營養團隊連接舉辦咗6場系列網絡研討會，讓你進一步理解妊娠糖尿病以及整個懷孕期如何加以控制。只要你願意，隨時都可以觀看呢啲內容。此系列研討會有幾個目標或者目的，我哋希望你能夠進一步理解妊娠糖尿病，如何透過飲食加以控制，並理解你可以獲得嘅食物相關資源。其他目標包括理解體能活動或鍛煉如何控制妊娠糖尿病，為懷孕後做準備，進行產後恢復，以及降低未來患第2型糖尿病嘅風險。後面嘅投影片將更詳細地概述呢個計劃。若要充分理解妊娠糖尿病以及如何加以控制，請務必查看模塊1至3。模塊4可以幫助你為 BB 嘅到來做好準備。模塊5旨在幫助引導你理解產後期間嘅營養問題。作為一個可選模塊，我哋簡單介紹咗妊娠糖尿病嘅膳食計劃，以便你喺渴望食一啲其他食物嘅時候，為你提供建議。喺你學習呢啲模塊內容時，可能想要隨身攜帶包括妊娠糖尿病營養資料、膳食計劃指南以及懷孕期間嘅食品安全在內嘅手冊。有好多東西需要學習，請至少按照所列順序查看一次各模塊，以獲得最多益處。完全理解概念可能需要一啲時間，因此喺你完成教育計劃時，請隨時根據需要查看每個模塊。你指定嘅註冊營養師亦會隨時為你提供幫助。我哋先嚟睇下模塊1：妊娠糖尿病基礎知識。我哋將會由術語開始，幫助你理解同妊娠糖尿病相關嘅常用詞彙，以及本模塊中使用嘅詞彙。然後我哋將會討論乜嘢係妊娠糖尿病、其風險因子同埋症狀。我哋將會討論不受控制同埋受控制嘅妊娠糖尿病，並且簡要概述如何透過飲食控制病情。如果你喺購買食物方面需要額外幫助，我哋將會喺本模塊結束嘅時候提供可獲得嘅食物相關資源。本模塊嘅呢一啲方框之中係常用詞彙同埋關鍵字，可以幫助引導你學習。我哋經常會用到呢一啲字同埋短語，但係大家往往不知其意。我哋希望佢哋能夠對你有所幫助。葡萄糖係血糖嘅另一種詞彙表達。高血糖症係指葡萄糖或者血糖升高。胰島素係指胰臟產生嘅一種激素，有助於降低血液之中嘅含糖量。妊娠係指懷孕時期。現在你已經理解咗一啲常用術語，下面我哋會嚟討論一下乜嘢係妊娠糖尿病。妊娠糖尿病係先前未診斷出患有糖尿病嘅女性喺懷孕期間發生嘅高血糖症。發生妊娠糖尿病嘅原因係懷孕期間產生激素，導致胰島素降低葡萄糖嘅效果減弱。當細胞唔再對胰島素做出充分反應時，就會發生胰島素抗性，因此葡萄糖會積聚喺血液之中，而唔係被細胞吸收。胰島素抗性或胰島素阻抗作用可能是懷孕第20至24週嘅左右發生。每年2至10% 嘅孕婦會受到妊娠糖尿病嘅影響。妊娠糖尿病嘅病理生理學 NIH.gov。妊娠糖尿病糖尿病照護 diabetesjournal.org。妊娠糖尿病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 Johns Hopkins Medicine。
罹患妊娠糖尿病有一啲風險因子，此類風險因子包括體重過重、高齡懷孕、有糖尿病家族病史、處於糖尿病前期或患有多囊卵巢症候群，或曾經生出體重超過9磅嘅嬰兒。妊娠糖尿病可能引起嘅症狀包括常感口渴、尿頻、過度出汗同疲勞。理解咗乜嘢係妊娠糖尿病之後，我哋嚟談談不受控制同埋受控制嘅妊娠糖尿病。不受控制嘅妊娠糖尿病會俾你同你嘅 BB 帶嚟風險。你面臨嘅健康風險包括罹患心血管疾病同埋第二型糖尿病。你仲可能患分娩併發症，進而令你或你嘅 BB 面臨更大嘅風險。你嘅 BB 面臨嘅風險包括巨嬰症，亦即係話嬰兒比一般嬰兒巨大。喺以後嘅生活，你嘅孩子罹患肥胖、葡萄糖不耐症同埋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可能會增加。受控制嘅妊娠糖尿病意味住你將血糖濃度維持喺建議範圍內。透過將血糖控制喺建議範圍內，你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甚至預防與不受控制之妊娠糖尿病相關嘅風險。稍後我哋將會討論建議嘅血糖控制目標。此外，你將能夠降低未來罹患葡萄糖不耐症嘅風險，而且能夠維持健康懷孕、分娩同埋生產。改變飲食係控制病情嘅第一步。等我哋深入理解飲食如何影響妊娠糖尿病。飲食係控制妊娠糖尿病嘅關鍵部分，因為你食嘅食物會影響血糖。你不必獨自開始改變飲食，你嘅註冊營養師會引導你完成每一步，而且你將會享用到嚟自 God's Love We Deliver 嘅美食。如果需要，你可以同註冊營養師共同制定一個滿足你同你 BB 需求嘅膳食計劃，以確保有效控制血糖。監測血糖係控制妊娠糖尿病嘅另一個關鍵部分，與飲食密切相關。你嘅醫師可能會開出血糖儀，以便你可以每日多次自行檢測血糖。以下係檢測期間嘅一啲總體目標，但請注意，你嘅健康照護醫師可能會為你建議特定嘅目標嘅。早上進食之前嘅第一個檢測係快速葡萄糖，該值應該少於或者等於95。跟住落嚟，你可以喺飯後1小時或者餐後，然後喺飯後2小時進行自測。你嘅檢測值應該分別為140同埋120。血糖儀通常會記錄結果，並且或者你可以將其記錄喺帶有日期同埋時間嘅筆記本中。記錄可以幫助你識別食物攝取量同埋血糖濃度之間出現嘅任何模式。儘管飲食對於控制妊娠糖尿病好重要，但係食夠都好重要㗎。良好嘅飲食有助於滿足你同正喺度成長嘅 BB 嘅營養需求。如果你喺購買食物方面需要協助，有一啲食物資源可以供你利用。除咗我哋嘅服務之外，你可能有資格獲得嘅食物資源仲包括婦女、嬰兒同埋兒童營養援助計劃 （Women, Infants, Children, WIC） 同埋補充營養援助計劃 （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SNAP）。即使你已經加入咗 God's Love We Deliver 計劃，你仍然可以參加 WIC 同埋 SNAP。喺接住落嚟嘅幾張投影片裏面，我哋將會討論申請 WIC 同埋 SNAP 嘅資格要求。獲得 WIC 資格需要滿足一啲要求，你必須已經懷孕，有5歲或以下嘅嬰兒或者兒童，身為6個月以下嘅嬰兒嘅母親，
或者1歲以下嬰兒嘅母乳哺育母親。你仲必須要滿足你喺申請所在州嘅居住要求，並且必須滿足財務要求。WIC 提供營養食品，以支持健康懷孕同埋嬰兒成長為幼兒。WIC 提供營養教育同埋諮詢服務，包括母乳哺育支持。此機構仲可以提供篩檢同埋轉介服務，協助你獲得可能需要嘅任何健康或者社會服務。如果你認為自己符合資格，並可以從 WIC 之中受益，你可以喺線上申請或者撥打健康成長熱線 SNAP， 亦稱為補充營養援助計劃，僅對財務方面有資格嘅要求。財務資格要求取決於個人嘅家庭狀況，例如家庭是否有收入，或者家中是否有老人、身心障礙人士或者受撫養成員。你從 SNAP 嘅資金旨在像現金一樣用嚟買麵包同埋穀物食品、水果、蔬菜、肉類、魚類、家禽同埋乳製品等等嘅食物。你唔可以使用 SNAP 嘅資金購買嘅食物包括非食品食物，例如酒類、香煙、家庭用品、維他命同埋藥品。你亦都唔可以用佢嚟購買寵物嘅食品、熱食或者預製食品。如果你認為自己符合資格，並可以從 SNAP 裏面受益，你可以線上申請或者透過電話要求申請。如果你有任何疑問，請聯絡為你指定嘅註冊營養師。你可以透過電話或者電子郵件聯絡你嘅註冊營養師。感謝你檢閱模塊1妊娠糖尿病基礎知識。下一個模塊係2A，透過飲食控制妊娠糖尿病。